讲到前几天啊，这洪泰大水祸造成宜兰所有灾情真严重，就一个独居的富人人伫因兜一楼被淹死，这家属不办镇公所延误通报。今日镇公所呢，这镇长就公开会实的承认有过失。另外，延坡饭店有11个大房的旅客，因的轿车呢是停伫咧饭店地下室，疏忽水淹去啊。因也加不办这业者的处理方式，拍算要集体拍官司。卡土机赶紧将烂土清掉，街路上四界拢坑浸水家具甲粪扫。风台中创宜兰县所有镇，在暗时中原路一度水淹一层楼遐悬，一个家己大78岁姓黄的妇人人伫徛起1楼毒水死亡。不过在后第6天，所有镇灾害应变中心才公布罹难者，家属甲厝边拢真不安，镇公所是拖延通报。他本来是在楼上，可是他可能想说听到，对下面的雨太大，声音很大，对，所以他有点担心，所以他可能要下来关心水势。事发到现在，镇长到跟县长说，他们昨天，他们才收到说有人伤亡。今日时势，因为无多联络姓的妇人人，在里对外关市赶转啊，才发现老母倒伫1楼的客厅，通报消防局甲警方，因为明显死亡无送病院。检方13岁同法医小检确认在生前毒水死亡。在时里长也打电话给公所李干事问这个补助，家属无多接受，一直无人协助处理。所有镇长17出现实的承认是通报过程出问题。应该是公所内的整个这个通报链我想有出了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回来也都已经在开始做这样子的检讨。那我在这里也向我们这个死者致上最大的歉意。小山鸟甲水车一直驶入地下室，延坡饭店四柜商船馆地下停车场有超过30台车浸水。这个受灾住客讲，业者无好好来做好防灾义务，而且敢若投保300万的公共意外责任险，到即阵也无明确的补偿方案，计划集体来拍官司。无论饭店的保险金额是多少，只要是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厘清全责后，本集团将会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绝对不会有推诿的行为。饭店业者强调，理解车主财务损失甲无方便，拖吊费用拢自行支付，要求公司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调查相关的责任，未来贴下。记者